给你。顽皮。那。再来。再来。哎，你胳膊怎么样了？胳膊啊，早没事了，韩硕给我治好。那就好。这是刚刚从玄虎城运来的时令水果，我拿来给你尝尝鲜。那我得赶紧吃，可别让韩硕给看见。我让下人再给韩少君送一份。不是，我是怕他看到家乡的水果，思念家人。哦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韩少君孤身一人待在花园，他心里一定不好受。那应该没有，他心里只想着龙骨。你早些歇息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好。少君，三公主，我刚才看到韩少君离开，好像有点不太开心。完了，他不会都听到了？那肯定吃醋了呗。哎，想当初啊，你摔断胳膊、摔断腿的时候，都没见裴思雨来看我过。哦，你现在只不过是小小的脱臼，哈。那是师生情谊，师生情谊。杀了三公主，城主必定拿出龙骨相救。哎，你说，韩硕现在住在我们府里，也就是我们府上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得让他感受一下家的温暖？三公主，你的意思是，给他操办一次生辰，怎么样？少君的生辰是上等的机密，我们从何而知？你不懂，韩硕哪天出生，五行八字、星座、血型，我比他妈都清楚。你说你这个败家娃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哎，你听我说，每天吃个洋葱，保准能生个女儿了。你也不用受你那恶婆婆的气吧？真的吗？对呀，拿着。闻一下啊，菜来了，就这个。哎，你看看啊，光天化日穿得这么暴露，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啊！这还不如直接去教坊司卖艺去，真丢人！这要是被人轻薄，都怪他自己不知检点，活该他。对，走。哎，你说，咱俩送韩硕点什么好？你为何不问你那几个幕僚呢？那些先生就只知道才子佳人那一套，无非就是手帕、扇子、香囊、玉佩，俗。哎，我听说玄武城的女人会亲自为自己的夫婿缝制鞋袜。鞋？啊？自古男人都是喜欢鞋，那就送鞋。这有定制店吗？有。啊，要记得再来啊！帮我介绍顾客，慢走。前方高楼预警！快手！怎么了？他们躲什么呀？巡城的来了。你买东西总是刷脸赊账的，整条街我们都欠着款呢。躲我呢？哎，那是他们不懂事儿。我给钱还不行吗？现金结款了，赶紧开张啊！啊！哎，来我家买，来我家买。三公主，快看，我们家新进了一批字画，快看！三公主，我家新进了一批布，快来看呀！哎，三公主，看一下我们家东了好多硬丝啊！你这只有龙也没有鸟，是不是？三公主想买点什么，进去看看，选好了立马给您送到府上去。里面好多东西呢，进去看看。
请。回来了。三公主是担心韩某与玄虎勾结，互通信件。我说是竹筒先动的手，你能信吗？三公主说笑了。不跟你玩，我今天是来办正事儿，你把眼睛闭上。韩某最近是做了什么事，惹三公主不悦，想要除之而后快？不是，不是你想那样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无心与你玩闹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2天心情不太好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不是。这胸围跟腰围怎么量啊？我想着要杀他，他却天真无邪，对我投怀送抱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忙吧。我们家三公主啊，看过你们家送过来的布料，特别喜欢，下次还用你们家的啊。小的这次前来还带了一些别的东西。前几日您在我们铺子上定制了一枚火驱竹筒，我们掌柜的说了，三公主哪做过这么小的生意啊，所以就做了500个。这余下的499枚竹筒呢，都是我们东家的一点心意，还请三公主笑纳。啊，那行吧，那我就替我们三公主收下了啊。好，来，你们几个搬到后院厨房去。告辞了。好，哎，轻点去。杀了三公主，城主必定拿出龙骨相救。